一學佢哋，我兩個都要，係少都要。姐姐啊！弟兄姊妹，我哋一同起立，我哋先將手提電話校做震機，我哋專心敬拜上主，讓我哋安靜喺神面前。我哋正式開始主日崇拜，請先行先彈主在聖殿中。請聽一段宣召，喺詩篇47篇6至7節咁話：你們要向神歌頌歌頌，向我們王歌頌歌頌，因為神是全地的王，你們要用悟性歌頌。請坐，跟住係敬拜讚美嘅時間，將時間交俾何玉芳姊妹。弟兄姊妹早晨，天氣涼咗啦，有冇着多件衫啊？我哋用我哋嘅詩歌嚟讚美我哋主，我哋獻頌揚俾我哋嘅主，願神喺當中去帶領我哋。請張開雙手稱讚上帝，將心歸向全能上帝，心中向往主聖潔上帝，本人頌讚教主，因他的公義恩典中盡美，他的口傳出上麗美，他的愛護分秒也未變，他的厚恩沒改變。我哋有冇去還俾我哋嘅主咧？
擺住手中，要神去使用我哋，獻上我哋最好嘅俾呢位偉大嘅神。可以我哋起身一齊唱嘛？雙手稱讚上帝，將心歸全靠上帝，心中渴望全聖潔上帝，能讓頌讚歌傳，天中盡變，他的寬恕常常為念，他的愛無分秒也未變，他的厚恩。我哋信主嘅時候，我哋用一個乜嘢嘅心去尋求神？我哋知道我哋係零信仰嘅時候，係點樣去經過我哋嘅人生？冇把握，我哋唔能夠掌管我哋一切，唯有喺神裏邊，依靠佢，去跟隨佢。神會帶領我哋神家嘅愛，神喺神家裏邊為我哋流血捨身，佢嘅愛比長闊高深，佢永遠都係愛我哋。就算有時我哋遇到困難嘅時候，可能我哋用自己嘅方法去諗，但係我哋始終都係信靠呢位真神。生命在十架上，敬畏的君王，荣耀的君王，
最引领变长，无尽恩典的心感恩。施加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世界莫追，脱离无畏，全身公义在爱以上，施加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爱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地唱，施加的爱。全美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你甘心卑微顺服，生命在十架上，全美的君王。荣耀的君王，我的一切因你献上，无尽恩典我心感恩，施加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世界我追，脱离无畏，传承公义在爱以上，施加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爱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地唱，施加的愛。我哋用一啲時間將頭去思想神，神喺你生命裏邊點樣帶領你，神點樣愛你。神啊，你以尊貴嘅心去捨身，釘死十字架，我哋係幾唔配，但係主你係永遠喺我哋身邊去帶我哋。神啊，願意將我哋一生去獻過俾你。施加的愛何等奇妙，叫眾人所求所想，隨即我追，脫離無畏，傳承公義在愛地上，施加的愛何等奇妙，我生命從此不再一樣，愛我重回天父懷抱，在永恆裡我
追，火焰無畏，將相共於這愛裡上，是這的愛，愛能持久。我生命中再不再一樣，愛我重回天父懷抱，在永恆的我無定歌唱，是假的愛，愛能持久。我所求所想，隨即我追，火力無畏，全相同的這愛裡上，是假的愛，愛能持久。我生命中再不再一樣，愛我重回天父懷抱，在永恆裡我無定歌唱，是假的愛我重回天父懷抱，在永恆裡我無定歌唱，是假的愛。嘅短書嚟到呢度，將時間交翻俾主席。1到6節，呢篇23篇係喺上下行本聖經舊約673面，673面。詩篇23篇，我哋主席讀單節，請會眾回應讀雙節，最後一節我哋一同誦讀一段好熟悉嘅經文，讓我哋一同用體驗嘅方式讀出詩篇23篇第1節。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我這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願神教導我哋明白思考佢嘅話。跟住係背金句，請大家翻開程序表嘅正面。本月金句係喺民數記9章17節。揾到嘅我哋連章節一同誦讀2次，預備起。雲彩幾時從帳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幾時起行。雲彩在那裏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裏安營。民數記9章17節。雲彩幾時從帳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幾時起行。雲彩在那裏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裏安營。民數記9章17節。請我哋一同起立，我哋為着今日嘅崇拜祈禱。親愛天父全能嘅神，你係我哋
親愛嘅牧者，係我哋嘅良師，係我哋嘅益友。主啊，我哋感謝讚美你，今日嘅清晨，你帶領我哋嘅腳步翻到嚟主嘅聖殿，嚟到一同歌頌讚美你，將最大嘅榮耀歸俾你。主啊，我哋為着我哋今日仍然有生命氣息，可以有精力翻到嚟教會當中，實在係你嘅恩典。又係冇人知道明天將要如何，就算係下一秒要發生嘅事，只有上主你知道。所以我哋今日當嚟珍惜每一刻，我哋可以嚟到敬拜，我哋要全心嘅嚟到敬拜，竭力嘅嚟到讚美，因為我哋唔知道我哋仲有幾多嘅時間可以咁樣嚟到自由歌頌稱頌主你嘅名。所以天父啊，我哋求你喺寶座上面悅納我哋對你嘅頌揚，對你嘅讚美。主啊，今日我哋嚟到你面前去領受從上而嚟嘅話，求神你就倒空我哋，打開我哋嘅心靈，讓我哋去迎接聽候主你嘅教訓。求你使用梁牧師，讓佢嘅口能夠釋放出從你而嚟智慧嘅話語。主啊，雖然係一段好熟悉，我哋常常都去讀、去背誦嘅經文，但係當中嘅心意，願你聖靈讓教導我哋嚟到明白你嘅心意。似乎話你嘅話係高深莫測嘅，仲有好多好多我哋未認識嘅。主啊，求你都幫助我哋去理解並且遵行。主啊，叫我哋唔係淨係單單嚟到聽道，而係要我哋喺切實嘅喺生活裏邊嚟到實踐主你嘅教訓，讓基督嘅樣式喺我哋生命當中嚟到流露，叫人認出我哋係你嘅門徒。主啊，你嘅使命喺我哋心裏邊，求你帶動我哋嚟到去將你嘅使命嚟到實踐，讓你基督嘅愛喺人群喺社區當中延伸開去，讓更多嘅人嚟到轉向你，認識你，相信你。主啊，我哋將今日整個崇拜嘅聚會全然交喺你嘅手中，你係我哋嘅元帥，係我哋嘅君王，願你喺當中得着榮耀。禱告奉耶穌基督聖名而求。請坐。今日我哋有梁建球牧師為我哋證道，佢證道嘅主題係神是我的牧者。將時間交俾梁牧師。好啊，各位弟兄平安啊！咁啊，好開心見到大家一齊嚟到敬拜神。我哋睇翻剛才所讀嘅聖經，係詩篇23篇，由第1節到第6節。咁揾到嘅時候，我哋再讀一次呢全篇嘅詩篇啊！就我哋同聲嚟到讀晒6節。詩篇第23篇由第1節到第6節，大家揾到未啊？揾到我哋一齊讀咧，請讀。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好，唔該大家。呢一篇詩咧就係一個比喻嚟嘅，就係用牧羊人同羊嘅關係嚟到去比喻神同埋信徒嘅關係啊。咁作者係大衛啦，咁佢好了解呢個關係嘅，因為佢年青嘅時候就係一個牧羊人啦。咁啊呢首詩咧就被稱為詩中之詩啊，聖經中嘅聖經啊，係古今中外每一個嘅基督徒都喜愛嘅經文。咁啊呢首詩咧又叫做萬應之詩啊，喺唔同嘅場合
都會用呢一篇嘅詩篇，譬如浸禮嘅時候咧，我哋會讀呢個詩篇23篇係咪？婚禮嘅時候，我哋都會讀呢個詩篇23篇。甚至乎喺安息禮拜嘅時候咧，更加常用呢一個嘅詩篇23篇。就當你仔細嚟到讀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到呢首詩係充滿住動感嘅，喐緊㗎。譬如你留心咧，就第2節嗰度佢話咧，他使我，然後又話咧領我，係咪啊？第3節佢又講他使我，係喐緊喎，係咪？咁然後咧第4節係行過咗啊，咁然後第6節就一生一世都係講緊係喐緊嘅，可以話係神係帶領人嘅一篇詩，神嘅帶領啊，弟兄姊妹，應用喺我哋今日基督徒嘅生命嘅裏面咧，神對你同埋對我嘅帶領係好多方面嘅，例如係喺年歲上面、年齡上面嘅改變啦，係咪？我自己就19歲信耶穌嘅，咁神就一路帶到而家咧。而家幾多歲咧？我2蚊搭車咗好耐㗎。你大概知我幾多歲啦？我2蚊搭車咗都幾年㗎，已經係咪？又或者地方上面嘅帶領啦。我哋在座當中大部分嘅人都係住喺香港島嘅，係咪？有邊個住香港島嘅？真係超過一半啦，大部分啦。咁但係亦都有人係住喺九龍嘅喎，我住喺新界嘅喎，有冇離島㗎？印象中好似冇人住離島，係咪？神咧喺每一個主日就帶領我哋翻嚟鰂魚涌嚟到敬拜，咁呢個係地方上面嘅帶領，又或者係身份上面嘅帶領啊！好多我哋弟兄姊妹咧信耶穌嘅時候係學生嚟嘅，咁而家身份唔同啦，可能已經做咗人嘅爸爸媽媽都未定啊！嗱，呢個係身份上面嘅帶領。聖經俾我哋睇到咧。神作為我哋嘅牧者，係帶領住人嘅一生啊，唔同嘅遭遇啊，唔同嘅過程啊，唔同嘅景象啊，呢啲都係我哋今日每一個人嘅寫照啊。咁透過呢一段聖經嘅內容，我哋揾到神嘅作為我哋嘅牧者嘅種種嘅祝福。嗱，你記住，神係你嘅牧者，係祝福。咁我哋又揾下有啲咩祝福喺呢一個經文嘅裏面啦，喺今日我哋嘅敬拜嘅裏面咧，求神對我哋傳話。咁我定呢個題目就係神是我的牧者。但係今日第1節到第3節咧，神係我哋嘅牧者咧。當你留心聖經咧，神係帶領我哋去到邊啊？係人生嘅美景啊！頂住喂，你今日而家係咪喺人生嘅美景嘅裏面啊？我個苦口苦面嘅，你係咪喺人生嘅美景嘅裏面啊？都係冇乜反應嘅，真係咁即係第2點，可能大家有啲共鳴啊。第2點係人生嘅風景，你可能有啲共鳴，係咪？嗱，我哋先講呢人生嘅美景啊！聖經話咧，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嘅水邊。對於一隻羊嚟講，有青草、有水源、有安歇嘅地方，可以話係豐富而美麗啊！係物質生活上面非常嘅滿足，哇！滿足到一個地步咧，大衛佢話咧，我必不致缺乏。咁如果你睇英文聖經咧 ，I shall not want， 我係無欲無求，因為已經太美好、太豐富。呢2節聖經嘅重點嘅字眼，可以話係供應。神既然係我哋嘅牧者，神就俾我哋喺呢一個嘅物質生活上面有豐富嘅供應，使到我哋嘅生活滿足而感謝。咁呢個對於一般香港人嚟講，都應該係感受得到。特別我哋間屋都唔會住得好大嘅，係咪？我哋大家間屋大唔大㗎？你覺得大唔大嘅？我覺得自己間屋都唔
都唔係好大，但係就越嚟越多嘢啊，係咪啊？點解咁多嘢嘅？係咪？例如咧，嗰啲去街衫越嚟越多啊！一打開個衣櫃，全部都係去街衫嚟嘅，都唔知着邊件好。咁你有冇感謝神啊？有，係咪？結果咧，我哋成日都做咧，就係得閒就拎一兩袋去回收箱，因為太多啦。仲有啊，我哋個廚房亦都唔係好大，就好多沙煲罌罉，滿滿碟碟。平時你幾多人開飯㗎？你多數幾多人開飯啊？我多數一個人開飯嘅啫，夜晚。我仔唔喺度食啦，我個女喺醫院嗰度翻工啊，我大家喺醫院翻工，冇乜一個人食喎。哇！但係呢個就多到咧，哇！使乜咁多啊？每次一開呢個櫥櫃，就會有一包公仔麵跌落嚟，多數都有。呢個係證明，如果你係咁咧，證明你嘅物質好豐富。你輸入開，一跌包粉絲落嚟。哇！我哋實在太多嘢，哇！而且我哋嗰啲玩具都越嚟越多。本人係夾公仔嘅高手，有冇夾過？有冇夾過？喺日本有冇有？而家香港都有。我夾兩三嘢又中一件，夾到咧嗰啲人走埋嚟圍住我，一夾到就哇咁。有時夾到係送俾個小朋友咯，因為屋企太多啦。我個女係夾公仔高手，我個女個男朋友又係夾公仔高手，咁結果咧嗰啲一大件嗰啲就放晒屋企嗰度，太多玩具。呢個係人生嘅美景啊！詩人喺物質豐富之餘咧，佢話有一個好安歇嘅地方。咁好似今日我哋所講就係話，可以食一餐安樂飯，係一個好平靜安穩嘅生活。呢個係因為神成為我哋牧者一個生命生活嘅保障。喺撒母耳記下第7章第1節，聖經話王即係大衛呢，住在自己嘅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靜，不被四圍嘅仇敵嚟到擾亂啊！大衛作為以色列嘅王，將個江山打咗翻嚟，咁結果神就使佢好安靜咁喺呢一個皇宮裏面嚟到生活。哇！幾寫意啊，幾美好啊！所以喺箴言第10章第22節咧，呢節聖經你應該熟啦。佢為耶和華所賜人嘅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話神嘅作為我哋嘅牧者真係好好。但係弟兄姊妹，請你注意，人生嘅美景唔係淨係在乎物質啊，仲有最重要嘅一環咧，第3節啊，佢話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啊！人生嘅美景更加最重要嘅就係神使我哋嘅靈魂甦醒啊！生命得到拯救啊！係從一個犯罪嘅人醒悟過嚟，就跟隨神嚟到走一條義路正路。呢個係靈性生命嘅祝福，係美麗人生嘅必須嘅一環。可以咁講，人嘅生活物質幾富裕都好，如果你冇咗靈性上面嘅祝福，你靈裏面係貧窮，唔認識神，同神冇生命嘅關係，呢個絕對講唔上係美麗嘅人生。嗱，呢個係基督教嘅角度嚟到睇。大家有冇留意嗰啲城中嗰啲富豪啊？有冇留意佢哋嘅新聞啊？城中嗰啲好有錢嗰啲人咧，有冇留意㗎？我有留意嘅喎，佢哋即係啲錢咧，哇多到點使都使唔晒啊！係嘛？有啲咧就日日去灣仔嗰間咩嘅富豪飯店定係咩啊？叫做福臨門啊，有去過？有去過？有我冇去過。日日喺度食，
哇！食一餐都1萬幾千係咪？或者唔止咁樣樣。哇！啲錢多到使唔晒，但係唔係表示就係有一個美麗嘅人生。通常佢哋都有啲嘅特點，有幾個老婆，一個唔夠啊，2個咯，2個唔夠嗰啲啊，3個咯係咪？咁有啲咧就除咗有正室，即係有小三。小三你幫我生1個仔，我俾幾多億你啊？你生1個咧又俾層樓你係咪？佢哋坐擁千億嘅王國，可以話係呼風喚雨啊！風光一時無兩，但係當佢哋有一日佢哋離開世界唔認識神嘅時候，佢哋都係兩手空。佢哋要面對神嘅審判，佢哋嘅財富幫唔到佢，靈性上面嘅祝福係比一切更加嘅重要。大衛喺生命嘅裏面有神。喺詩篇16篇第9節，佢就係話：我嘅心歡喜，我嘅靈快樂，我嘅肉身都安然。所以呢個靈性上面嘅祝福係好緊要，係享受喺呢一個人生嘅美景嘅裏面。但係當你讀第4節嘅時候，成個氣氛忽然間改晒。第4節同埋第5節，我哋再慢慢讀第4節同埋第5節。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佢忽然之間經歷到另一個嘅處境，就係神係帶領人去到另一個嘅狀況啊！有幽谷，有死蔭，即係話咧，包括咗黑暗同埋死亡嘅威脅啊！呢個係去到人生嘅苦境啊！正所謂好景不常，信神嘅人亦都唔例外。大衛喺呢有3樣嘢嚟到形容啊。呢個死蔭嘅幽谷咧，第一係死，係死亡嘅威脅，人生嘅安全嘅危機危難啊！呢個係第一個形容啊。第二個形容係陰啊，即係黑影啊，太陽曬唔到去嘅地方，黑咪媽咧，咁可以用今日嘅字眼嚟講咧，係一個黑仔啊，當黑。呢個第二個嘅形容啊。第3個形容咧就係幽谷啊，係人生嘅低點啊。如果高峰係人生嘅美景，咁低就係人生嘅苦境。大衛因為生活太過安逸，嗱你睇翻佢嘅聖經啊，記咗喺撒母耳記，舒服得滯都唔係好嘅喎。佢太過安逸，就犯罪啦。聖經就話佢太陽平西佢就起身啦，即係日落佢先起身啊！我哋有冇人試過瞓到日落先起身㗎？即係唔計輪班嗰啲領住。咁你只係讀聖經嘅時候，你只係諗佢尋晚做咗啲咩啦？咁結果就犯罪。當然，佢係得到神嘅赦免，但係就難免影響咗佢下一代啊！大衛因為淫亂別人嘅妻子，結果佢其中一個嘅仔咧就淫亂佢同父異母嘅妹妹，有樣學樣啦，可能係咪？可能有樣學樣。大衛為咗掩飾自己所犯嘅罪，就殺害咗忠臣，結果佢另一個仔咧就殺死同父異母嘅哥哥，為自己嗰個同父同母嘅妹嚟到報仇。後尾呢個殺人嘅仔叛變，要做皇帝，亦都有唔少嘅軍人跟咗佢。
即係內戰咯喎。咁大衛就要逃難，結果咧兩軍就打仗，大衛嗰方咧就戰死，戰敗戰死喺沙場嗰個對方嗰個人就係自己個仔。呢係全為記載喺聖經嘅歷史嘅裏面。嗱，呢啲都係大衛嘅苦境。以神為牧者嘅人都可能會面對，冇人會有例外。我作為一個嘅牧師，咁多年嚟得到弟兄姊妹嘅信任，去聽佢哋分擔佢哋唔同嘅苦難，唔同家庭嘅難處，真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有啲真係苦得好凄涼，好苦。1995年我就同太太同埋仔咧就去柬埔寨金邊嗰度嚟到宣教，咁啊帶咗嗰邊咧好多嘅華人嚟到信耶穌，幫佢哋洗禮，咁信主啊、洗禮啊，用聖經嚟到教佢哋啊。就當中咧有一對年青嘅夫婦做生意好叻，就開咗一間好大嘅餐廳，好出名，賺好多錢。咁佢哋都好虔誠，有4個嘅仔女。咁其中咧一個細仔咧就好得意嘅、好玩嘅。我同我太太咧，即係喺教會裏面咧好得意，成日同佢玩。咁後尾我哋離開咗金邊工場，翻嚟香港。咁10幾年之後再短宣隊咧，我哋再出隊去探翻呢間教會啊。咁有一晚咧，我對夫婦就專登約我一個人去食飯，因為短宣隊冇一齊，短宣隊做其他嘢，淨係約我一個。佢就話佢哋個細仔，即係嗰個好得意嗰個細個嗰個細仔，就喺加拿大讀書嘅時候就出事，4個同學坐一架車，嗰架車咧就喺個山崖嗰度飛咗落去100幾200米嘅，米係100幾200公尺嘅山谷嘅裏面。佢話佢當地嘅救援隊揾幾日先至揾到架車，咁4個男仔全部晒，一路講一路流眼淚。嗰餐飯真係好難食，咁好苦啊！定唔定？咁早2-3年，即係過咗一段時間咧，咁即係都過咗一段時間，我就再去見翻佢哋。佢另外一個女咧就結婚生咗個孫仔，開心翻好多，即係個孫仔。似乎係好唔容易咁從死蔭嘅幽谷裏面走翻出嚟，神仍然係佢哋嘅牧者，仍然係咁熱心啊！帶佢哋嗰啲酒樓嗰啲嘅夥計帶佢哋去教會，好熱心。呢一個人生嘅苦境有3樣嘢請大家要注意嘅。第一係你的杖啊，係牧羊人嘅杖，係一支又短又粗嘅棍。當嗰啲羊聽話嘅時候，有時都會曳嘅喎。牧羊人就用支棍嚟到打佢2嘢，等佢乖乖。呢樣就好比咧神對信徒嘅管教啊！如果我哋真係咁乖嘅話，我哋就少好多煩惱嘅，你唔知咩？講真嗰句係咪？混咁反應咁樣。如果我哋真係咁乖，你真係少好多煩惱。實際唔係啊，所以神嘅管教係需要㗎，神嘅管教係唔容易受㗎，唔好受㗎，但係絕對係有益。喺希伯來書第12章嘅第11節，佢話凡管教嘅事，當時係不覺得快樂。係啦，我用啲樣杖搏你嘛，係咪？反覺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過嘅人結出平安嘅果子，就是義。管教你，你又點會進步？你又點會乖咧？嗱，第二咧就係你嘅竿啊！你嘅竿係牧羊人嘅竿，係一支比較幼而長嘅棍咧，其中嘅一端咧係有一個勾形嘅。
當嗰隻羊咧行下咧糊裡糊塗行歪咗嘅時候，貪玩得意咧跌咗落個坑裏面，牧羊人咧就用嗰個竿咧就勾翻佢上嚟咧，就行翻去個正路嗰度。呢個係牧羊人嗰個竿嘅作用。弟兄姊妹，我哋信神嘅人有時都會心野啊，唔係野心啊，定乜嘢心野啊，野性嘅嘢，係咪？竿嘅作用就係叫你乖乖行翻呢條正路，心野。竿同埋杖嘅作用係安慰嘅，請你注意啦。你嘅杖、你嘅竿都安慰我，呢個安慰嘅作用。然後第三咧，呢一個人生嘅苦境咧行得過啊。所以第四節開始佢就話：我雖然行過，一開始有個過，有神嘅同在。幾黑都好，幾低都好，幾漫長都好，神都會帶領我哋嚟到經過。中國教會嘅歷史裏面，其中一個屬靈嘅巨人係王明道先生。咁你應該睇下佢嘅傳記啦。你去買翻本王明道先生嘅傳記，應該值得睇下，或者上網嘅人睇。喺我哋中國教會歷史一個屬靈嘅偉人。1900年出世，14歲信耶穌，本來就要立志咧做一個政治家嘅，後尾順服神咧就獻身做傳道。如果俾你揀，你揀做政治家定做傳道啊？係搞兩樣都唔好嘅，係咪？因為王明道先生咧就順服神做咗傳道。1933年咧，北京咧建立咗基督徒會堂啊，做傳福音同埋牧養神嘅工作，做得好好啊！又做文字嘅工作，創立咗呢個靈食季刊，用呢個文字嚟到幫助咗無數嘅信徒。去到1955年，佢幾多歲啊？有冇聽到啊？1900年出世，1955年咁幾多歲啊？55歲咯，係咪？又俾中國嘅政府咧拉咗去坐監，為福音被囚咗20幾年，55、65、70幾，未到80。咁然後神就帶領佢經過，坐咗20幾年監，為福音嘅。應該係1980年係獲得釋放，咁已經80歲、91歲離開世界返嚟嘅天家，一定過到嘅，因為神係牧者啊。咁苦難最大嘅益處就係使人更加嚟到親近神。大衛喺人生嘅美景嘅時候，佢稱神為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呢個係第三身嘅一個嘅關係。但係去到人生嘅苦境嘅時候，佢就話：你與我同在，變咗面對面，同神之間直接一個嘅關係。苦難嘅好處益處就係使一個人能夠更加親近神，同神之間距離拉得更近。呢個係人生嘅苦境。神係我哋嘅牧者，第三個嘅境況，我哋睇第6節。第三個境況第6節，一齊讀啊！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大衛睇前面嘅一生一世嘅日子，就話神係會有恩惠慈愛隨着我，呢個係人生嘅前景啊！弟兄姊妹，人生有美景有苦景，亦都有前景。前面嗰條路仲係好遠啊！同你隔離嗰個講聲，你前面嗰條路仲係好遠。遠唔遠啊，弟兄姊妹？而家我哋成日講話咩120歲咁，所以你如果祝福人長命百歲，你要諗清楚。聽過有個笑話就係
有人祝福個婆婆長命百歲就嬲啦。點解？因為佢已經98歲啦。係咪？即係話我仲得2年啫，係咪？咁我哋祝福人長命120歲，係咪？前面嗰條路仲係好遠啊，前景係一個未知之數。前面係點咧？未知之數嚟㗎。但係大衛佢睇前景嘅時候，佢好有把握，因為神係佢嘅牧者咧。佢前面一生一世嘅日子，神都必定會有恩惠慈愛嚟到伴隨啊！當你睇聖經嘅歷史嘅時候，雖然大衛經歷咗咁多，但係仍然可以安享晚年，並且有兒子所羅門嚟到接任做佢皇位嘅繼承人，可以話係福杯滿溢。今日香港正係面對經濟調整嘅時期，好多人失業，好多地方都赤字，有咩國債，美國又爭好多國債，中國有好多債，各個國家好多債，咁你錢邊個借出嚟嘅咧？呢個問題我都唔知啊，你識得你就教我啦。個個國家都有咁多債，咁邊個係將啲錢借俾佢哋嘅？呢個問題我都唔係好識啊。咁你識你就教翻我轉頭。唔緊要，我哋睇香港好多人失業，投資又失利，生意又難做，實際嘅處境係相當之艱難。咁你如果聽嗰啲財經嗰啲專家評論員講前景，佢講嚟講去都係4隻字嘅咋，講到我都識講啊，邊4隻字啊？審慎、樂觀，個個都咁講喎。前景係點啊？審慎樂觀啊，審慎樂觀啊，你有冇留意㗎？我都識講啦，係咪？點樂觀啊？憑咩講樂觀啊？可能係憑住香港始終係一個福地，香港係咪？以前咁難都過咗啦，係咪？香港係有福地，所以就話審慎樂觀。至於我哋信神嘅人，神係我哋嘅牧者，喺我哋前面嘅一生一世嘅裏面，我哋都倚靠神啊！神係會保守帶領我哋，永遠都唔會掉低我哋。呢個係神俾我哋每一個人一生一世嘅應許，我哋感謝神。再望遠啲，再遠啲。大衛話：我住喺耶和華嘅殿中，係直到永遠。呢個係神係我哋永遠嘅依歸，係天下無不散嘅筵席。但係我哋信神嘅人，神係我哋嘅牧者，我哋會有天堂嘅福氣，有永生嘅盼望，有永遠嘅依歸。感謝神，一齊低頭。親愛的主，我哋感謝你，因為係你使我哋嘅靈魂甦醒，行到今日，我哋經歷過美景，亦都經歷過苦境。我哋望前面嘅時候，我哋沒有盼望，因為主應許唔會撇低我哋成為孤兒，主一路與我哋同在，直至到我哋行完人生嘅路程。我哋喺天家嘅裏面有永遠嘅福分，呢啲一切嘅應許已經係好真實嘅臨到我哋嘅生命當中。我哋感謝你。今天嘅早晨，我哋就將生命全然嘅交託、信靠、禱告，係奉耶穌基督嘅名祈求，阿門。請主席。多謝梁牧師嘅證道，跟住落嚟係回應主道嘅時間。請大家翻開頌主聖歌294頁，294首《愛的轉變》，我哋請司琴先彈一次。詩歌係講到一個人從罪惡裏邊一次又一次嘅回轉，翻
返去上主裏邊，可能都係我哋自己人生嘅寫照。由我哋一開初信主，可能當中不停嘅去經歷，我哋背叛神，令佢失望，最終上帝都仍然挽回我哋。讓我哋同唱第一節。我雖往太疲憊，但當初我愛自己，我內心常向住懷疑，拒絕主讓我承認，不要我對住說，絕愛的卻不愛你。我還叫我的對主說，絕愛的卻不愛你。第二節請姊妹，主慈悲實在太稀奇，始終不將我丟棄，是無言他流血身體，令他愛別人哭泣。於是我就對住說，誰愛的不也愛你？於是我厲聲對主說，誰愛的都也愛你。請弟兄。你我信也真，相望於心之愛體，是我在不是愛海裏，是我享受但是你，我願你的愛傳説，全愛你我愛你。我就應被你為主説，是愛你但我。第四節我哋同唱。主人來，我愛我可比，自從克服我自己，我願全心向他歸依，隨時表揚他榮美。舊人愛對住説，不愛己專一愛你。舊人我誠心對主説，不愛己專一愛你。跟住係家事報告嘅時間，將時間交俾張旭文執事。弟兄們早晨，請大家翻去家事報告。我哋好多謝堂主任同埋教牧師分享信息，彼此鼓勵。教會亦都好歡迎第一次嚟到我哋當中參加崇拜嘅第一次嚟到。如果冇咧，我哋喺身邊嘅隔十一三。第二咧，本主嘅鮮花奉獻咧係劉亨。第三，主嘅崇拜侍奉人員下星期11月13號，講員係江少仁牧師，主席及謝禱係蔣啟聰，領詩係郭文超，司琴係林碧琪，司事係左連土同埋梁建雲，招待係林彩玲。音響控制員譚淑芬，崇拜播員係鐘展希，當值執事係鐘啟耀。下個主日嘅數點奉獻咧係周淑儀同鐘展希。請各位有侍奉嘅弟兄姊妹咧喺10點15分咧係翻嚟教裏邊去預備我哋嘅成績。第四，兒童及少年主日學侍奉人員。下星期11月23號係分班崇拜，喜樂組有周淑薇、
關子欣，和平組有周漢豪，仁愛組有鍾佩芳。第五，教會各團契嘅小組聚會已經列印咗喺度啦，咁咧請大家按照你嘅需要去參加。喺後段，教會本星期四嘅公禱主題係中國大陸，家人喺度，家人7點請大家踴躍參加。第7，傳道嘅時報嘅消息，教會12月21號嘅主日咧係舉行呢個聖誕福音主日，主題係這是平安的道路。講完兩句牧師，請大家討論並帶你嘅家人或者你嘅朋友參加。第8，教會已經印製咗自家製嘅2026嘅卡，每人都可以攞多過一張嘅，請大家我係啊。跟住代禱事項，咁我哋咧就為到我哋教會去祈禱，請大家一齊讀。1、2、3，親愛的主耶穌，求你保守我所愛的萬事家，今天正是面對抗戰之的挑戰，祈求主幫助我們全體同心信靠，願定主必帶領我們平穩渡過，將更美好的地界和福分臨在於我們身上，誠心所願。第2個代禱事項咧，我哋為到阿蕭太和信為姊妹，信威姊妹，咁佢11月8號咧因病逝安息主懷，咁享年係87歲。咁安息禮拜咧喺11月23號嘅星期日下午3點喺呢個瑪麗醫院嘅追思閣舉行。咁靈柩咧係隨即係往去哥連臣角火葬場舉行火葬禮。咁懇請大家喺禱告裏面祈禱安慰阿蕭生啦，家人。第2咧就係喜事重重啦，又除咗我哋嘅鍾培芳全部做咗個離岸做事之外咧，咁我哋嗰個前喺度實習嘅神學生李淑玲傳道咧，咁佢依家咧喺中國佈道會嘅中國基督教嘅播道會恩傳堂做傳道嘅，咁佢亦都喺2026年嘅1月18日主日係按立為牧師嘅。時間咧就係下午3點半，個地點咧就係九龍城嘅侯王道嘅恩傳堂。請大家禱告裏面記住，亦都可以去參加佢嘅按牧典禮嘅。奉正主恩，我係報告事項嘅一個。跟住係奉獻嘅時間，請大家預備，亦都請今日嘅司事同慧君姊妹、郭亞美姊妹到台前。請聽一段經文喺出埃及記35章29節咁話：以色列人無論男女，凡甘心樂意獻禮物給耶和華的，都將禮物拿來作耶和華藉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
讓我哋一同起立，我哋為獻金祈禱。全能嘅聖天父，慈愛嘅救主，我哋感謝讚美你。主啊，我哋為着香港萬善堂呢個聖殿嘅建立嚟到感謝你。主啊，喺65年前你自己使用李啟榮牧師喺鰂魚涌呢個地方建立教會，目的就係要喺呢一個社區當中傳揚基督嘅聖名。主啊，今日你帶領我哋走過65年嘅日子，我哋將要踏入第66年嘅時候，我哋心願求主你自己親自嘅嚟到率領，帶領我哋香港萬善堂喺前面發展嘅路程。主啊，我哋按你嘅使命嚟到將福音傳開。求主你悅納我哋台上面弟兄姊妹為你所呈獻嘅，可能都係微小，但主啊，但願我哋都係甘心樂意嘅，好似以色列人一樣，無論男女，甘心樂意係將呢個禮物、呢個金錢，我哋勞碌所賺取嘅，都翻嚟教會嘅聖殿當中被你使用。願你親自嘅嚟到賜福，祝福香港萬善堂嘅聖工，去發展傳揚你自己天國嘅道理。主啊，我哋將繼續嚟到喺前面嘅日子，仰望上帝你自己嘅帶領，恩手嚟到拖大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嘅心靈。求你嚟到火熱我哋嘅心，讓我哋成為馨香嘅祭。多謝天父聽我哋嘅祈禱，奉耶穌基督得勝名字而求。阿門。我哋同唱讚美詩。讚美真實萬福之家，世上萬民讚美主人，天使天君讚美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請梁牧師為我哋祝福。請會眾低頭接受祝福。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父神嘅慈愛、聖靈嘅感動交通，常與你們眾聖徒同在，從今時直到永遠。呢個崇拜嚟到呢度結束，請坐。弟兄姊妹默禱之後可以自由交通。